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麥玲開運堂。今日講下上半年，你有冇覺得自己成日走寶存唔到錢，做乜都差少少，甚至身心俱疲，衰運纏身？聽我講，呢啲根本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頭上面積聚咗太多衰氣。睇視頻之前，先喺評論區留低接財接福4個字，先將下半年嘅財氣穩穩接住，再聽我慢慢同你拆解。頭髮喺玄學上叫3000煩惱絲，吸滿晒負能量，但唔使驚忽，越理髮有玄機剪啱呢3個黃金吉日，再露埋額頭，教你一招即刻剪走上半年衰氣。下半年越理越發，財源滾滾。嚟未訂閱嘅朋友即刻點讚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下半年一齊發大達。好多年前我睇過一個好深刻嘅個案，有一位做生意嘅朋友，想上半年公司做咩項目都唔順，明明就快簽約嘅大單臨門一腳，總係被同行截胡，手頭上嘅資金鏈拉到極緊，成個人愁眉苦臉。佢嚟揾我睇風水嘅時候，我一抬頭睇到佢，就發現佢留住一頭又長又亂，甚至遮住大半個額頭同眼睛嘅頭髮。我當時冇第一時間幫佢睇屋企風水，反而係同佢講：你依家第一件事係出去揾個髮型師，幫你剪個乾淨利落嘅髮型，把整個額頭露出嚟。結果你猜點樣？佢剪完頭髮嘅第3天，原本卡住嘅銀行貸款竟然順利批咗落嚟，連之前走咗嘅大客戶都主動打電話揾佢續約。呢個就係頭髮磁場嘅神奇力量。好多人平時剪頭髮都只係睇心情，想剪就去剪，甚至求其揾個放工嘅時間去理髮店吹個頭或者收一下。但係喺命理風水學入面，人體本身就係一個小宇宙，有5行運作頭，為諸陽之首，係百會穴所在嘅地方，係你接收天地能量同宇宙靈感嘅天線。而頭髮喺5行入面屬木，佢同你嘅個人氣場、精神狀態甚至財運係息息相關嘅。頭髮就好似一棵樹嘅葉子咁，佢每日吸收天地精華，但同時亦都記錄住你過去呢半年嘅喜怒哀樂、破財困境同埋小人是非。如果你上半年嘅運勢唔係幾好，成日覺得心煩意亂、事業停滯不前，咁你髮尾留住嘅其實就係積聚咗半年嘅舊氣場，玄學上就叫做滯留磁場。如果呢啲衰氣唔剪走，新嘅好運同財氣就根本入唔到嚟。特別係8月呢個月份，喺節氣上係一個極之關鍵嘅交接期。8月7日係立秋，喺玄學上代表住由夏天嘅火氣開始轉入秋天嘅金氣。金係專門克木嘅，金克木喺玄學上就代表剪裁整理、去粗取精。立秋前後嘅呢段時間係下半年天地氣場大洗牌嘅時刻，加上8月中下旬就會進入傳統嘅農曆7月，即係大家俗稱嘅鬼月或者盂蘭節。喺呢個氣場新舊交替、陰陽轉換嘅大月份，理髮就變得極之講究。你剪得啱時間，就等於拿住一把金剪刀，剪斷過去嘅煩惱同衰氣，把下半年嘅財路理得清清楚楚、順順利利。喺粵語入面，理髮嘅理字代表理順理財、條理分明，而發字更加係代表發財發大達。所以古人講越理越發，真係非常有道理嘅。咁到底8月邊3日剪頭髮最招財呢？大家一定要拿定紙同筆，或者即刻截圖記低。我今次會詳細同大家分析呢3天吉日，同埋12生肖喺呢幾天剪頭髮要留意嘅具體細節。第一個黃金招財吉日係8月5日同8月6日，即係立秋前夕嘅除霉斷煞日。呢2日喺通勝入面係極之適合破舊立新嘅日子。如果你上半年覺得自己身心俱疲，小人特別多，甚至成日生病破財，呢2日就係你救命嘅黃金時間。理髮嘅最佳時辰係上午嘅9點至11點，呢個係是時太陽光芒最強、陽氣開始升騰嘅時間。喺呢個時段去理髮就等於借天地的陽氣，順將你頭頂積聚嘅上半年霉氣一剪而空。我哋逐個生肖嚟講，屬鼠嘅朋友喺呢2日剪頭髮可以幫你剪走上半年嘅小人官非理髮時，可以叫髮型師幫你把鬢角收整齊。屬牛嘅朋友剪髮可以幫你解開上半年嘅心理壓力，適合剪短少少。屬虎同屬兔嘅朋友呢2日剪髮可以幫你引爆下半年嘅事業運，特別係做創作或者自由職業嘅朋友。
剪完整個人思路會清晰好多。屬龍同屬蛇嘅朋友，呢兩日剪髮可以幫你穩固財富，防止下半年意外破財。屬馬同屬羊嘅朋友，呢兩日係你嘅偏財吉日。剪完頭髮去買張彩票或者談項目，成功率會大大提升。屬猴同屬雞嘅朋友，金氣交替，剪髮可以幫你提升貴人運。屬狗同屬豬嘅朋友，呢兩日剪髮可以幫你改善人際關係，剪走口舌是非。大家去理髮店嘅時候，可以同髮型師講，幫我將髮尾修剪少少，就算只係剪掉半啱或者1厘米都好。呢個動作喺玄學上就叫做斷除腦筋。你剪完之後會即刻覺得個人輕鬆晒，頭腦都清醒好多。第二個黃金招財吉日係8月11日同8月12日，呢兩日係農曆6月30，亦即係農曆7月。鬼門開之前嘅最後大吉日喺玄學上叫做保財富大吉日。呢兩日理髮嘅黃金時辰係中午嘅11點至1點，亦即係午時。午時係一天之中太陽正中，天地火氣最旺嘅時候。喺呢個時間去剪頭髮，唔單止可以洗走身上嘅濕氣同陰氣，仲可以借火生土，土生金嘅磁場，幫你下半年嘅財富打補丁。如果你係做生意、做銷售或者極度想下半年引爆偏財、中下彩票或者拿大花紅嘅朋友，呢兩日去剪頭髮就最適合。不過喺呢兩日，如果你係做生意嘅朋友，去理髮嘅時候，不妨穿一件紅色或者黃色嘅上衣，去借火土相生之氣。理髮嘅時候，心裏面默念下半年財源廣進。如果你係上班族，午時去剪頭髮，可以幫你提升喺公司嘅影響力，讓上司更容易注意到你嘅努力。特別係屬虎、屬猴、屬豬同埋屬龍嘅朋友，喺呢兩日午時理髮，可以幫你下半年理出一條清清楚楚嘅財路，做嘢事半功倍。第三個黃金招財吉日係8月22日同8月25日，呢兩日已經進入咗農曆7月中旬，叫做陽氣提升生財日。好多人一聽到農曆7月就嚇到不敢剪頭髮，以為鬼月剪頭會泄陽氣或者撞邪。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觀念。農曆7月，只要你揀啱大白天嘅吉日吉時去剪，反而可以借剪髮嚟提升自身嘅火氣同光芒，讓那些低頻率嘅負能量不敢靠近你。呢兩日理髮嘅最佳時辰係下午嘅1點至3點，即係未時。呢個時間去理髮可以幫你鞏固下半年嘅事業運，特別係屬牛、屬兔、屬蛇同埋屬羊嘅朋友。喺呢兩日去剪頭髮，可以幫你斬走身邊嘅小人，招嚟下半年嘅大貴人。講完剪頭髮嘅吉日，我哋一定要講講面相同髮型嘅配合。信呢個亦都係我今日要同大家拆解嘅事核心秘密，亦即係露額即刻發大達。我有好多客人都問我，點解你成日強調要露額頭？額頭喺面相上到底有咩咁重要？今日我就詳細同大家拆解一下額頭嘅面相學密碼。喺面相學入面，整個額頭包含咗好幾個極之重要嘅宮位，最頂端係火星同天庭，代表你早上嘅福德同埋青年時期嘅運勢。額頭正中央係官祿宮，亦即係司空同中正，代表你嘅事業成就、工作職位同埋同上司嘅關係。兩眉之間嘅位置叫做印堂，亦即係命宮，代表你一生嘅總運勢、心情同埋健康。而額頭兩邊近發際線嘅位置叫做天倉，亦即係左右財富，代表你能不能存到錢，有冇固定之錢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嘅額頭就等於你屋企嘅大門同埋玄關，亦都係你吸收天地能量嘅太陽能接收板。如果一個人成日留住厚厚嘅齊劉海，把額頭封得死死嘅，呢個喺面相上就叫做遮蔽明堂。你想下，太陽光照唔到你個額頭，你嘅官祿宮一片陰暗，印堂發黑發暗，天倉被頭髮雜物遮住，財神爺就算揸住金元寶經過你面前，都睇唔到你個樣啦。好多年輕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平時好曾意留好厚嘅齊劉海，或者把頭髮梳到低低咁遮住成個額頭同埋兩邊嘅太陽穴。聽我講，如果你近期運勢好順，咁樣留髮型冇問題。但如果你近期覺得自己好衰，存唔到錢做嘢，成日被上司壓住，或者遇唔到貴人，你第一時間要去理髮店做嘅嘢
就係把額頭露出嚟遮住額頭，喺玄學上就叫做自擋財路同埋自暗光芒。你把天倉即係太陽穴附近位置遮住，就等於把你自己嘅財富鎖死咗。你把印堂即係兩眉之間遮住，就等於把你自己嘅運勢大門關上咗。所以我成日同人講，8月理髮一定要同髮型師講，幫我修剪一下前額嘅頭髮。男士朋友最好把兩邊剪得乾乾淨淨，把淨嘅額頭露出嚟，髮際線收整齊。呢個喺面相上叫做光宗耀祖相。男士以官祿宮為重，額頭一亮，事業上嘅貴人一眼就可以睇到你，按升職加薪嘅機會即刻提升80%。至於女士朋友，如果你覺得全露額頭不習慣，或者覺得自己額頭太大唔好看，你可以選擇斜劉海或者薄薄嘅空氣劉海。總之一定要保證兩眉之間嘅印堂位置係清晰可見嘅，兩邊嘅太陽穴位置唔好被厚厚嘅頭髮遮死。當你理完髮走出理髮店，拿鏡子照一照，看到自己個額頭閃閃發亮、神清氣爽嘅時候，我恭喜你，你下半年發大達嘅前兆已經出現咗。除咗剪髮同露額頭之外，8月換髮型同埋染頭髮嘅顏色，亦都有極之深奧嘅五行風水學問。頭髮本身屬木，而8月立秋之後，天地嘅金氣開始上升，金係黑木嘅。如果你染錯顏色或者剪錯髮型，就容易造成金木相克，導致你下半年情緒波動大，容易同人爭吵，甚至破財。咁樣8月到底染咩顏色最招財呢？我依家就五行同埋生肖同大家詳細分類。第一類，喜金水嘅生肖與八字。如果你係屬鼠、屬豬、屬猴、屬雞嘅朋友，8月理髮嘅時候非常適合染深棕色、暗褐色，或者保持天然嘅黑髮。黑色同深色屬水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呢種顏色可以起到極好嘅通關作用。水代表智慧同埋流動嘅財富，染呢啲顏色可以幫你下半年聚財防漏財。特別係做金融、物流、諮詢或者 IT 行業嘅朋友，呢種髮色可以讓你限上去沉穩可靠，客戶自然源源不絕。第二類，喜火土嘅生肖與八字。如果你係屬蛇、屬馬、屬牛、屬羊、屬龍、屬狗嘅朋友，8月理髮嘅時候可以適當嘗試一下綠紅色、紅棕色或者暖金色。紅色同暖色調屬火，火可以木生火，火生土。土代表地產、固定資產同埋財富，染呢啲暖色調可以幫你引爆下半年嘅偏財運，特別係做生意、做地產、做美容或者自由職業嘅朋友。呢種髮色可以幫你增加人緣同埋桃花運，讓你人群中閃閃發光。第三類，關於髮型捲曲度嘅風水，直髮屬木，捲髮屬火。如果你下半年想求運，想考公務員，想做研究或者做文字工作，花城易子不易轉，紫花可以幫你定司理詞。如果你下半年想破住想做收數，想搞直播，想創業拉投資，髮型可以適當燙，少少微捲嘅髮型屬火，火主禮、主明星、主爆發力，可以幫你快速提升名氣同埋吸引注意力。除咗頭髮之外，理髮嘅時候仲有兩個微觀面相，細節係好多人忽略嘅，就係眉毛同埋鬍鬚。古人講眉高聰明，眉交破財。好多人在理髮嘅時候只顧住睇頭髮，忘記咗順便修一下眉毛。眉毛喺面相上叫做兄弟宮，亦都代表你嘅交友運同埋情緒控制能力。如果你嘅眉毛生得好雜亂，甚至兩條眉毛長到連埋一齊遮住咗印堂，呢個喺面相上叫做六害眉，係極之容易招惹小人同埋破財嘅。你8月理髮嘅時候，一定要叫髮型師順幫你把兩眉之間嘅雜毛刮乾淨，把眉尾收得清晰有型，眉毛收得好，代表你下半年辦事有條理，手頭上嘅項目同資金都可以理得順順當當。至於男士嘅鬍鬚、下巴喺面相上代表地角，亦即係你晚年嘅財富同埋固定資產。8月立秋之後，咁下巴嘅鬍鬚千祈唔好留得太雜亂或者太長，除非你係八字極度需要木火嘅老人家，否則年輕同中年男士留太雜亂嘅鬍鬚會直接克扣你下半年嘅偏財運。把下巴清理得乾乾淨淨，代表財富清亮，收錢收得舒服。講完招財嘅方法，我哋一定要講講8月農曆7月理髮嘅暗黑死穴同埋避坑指南。
呢啲係保平安同埋防止運勢倒退嘅關鍵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。第一個，死月係農曆7月期間，晚上9點之後，千祈唔好去理髮或者洗頭。玄學上講，夜晚9點之後係亥時同子時，陰氣最重，頭髮係人體陽氣嘅附着點之一。喺深夜理髮，特別係濕住頭髮出街，好容易被低頻率嘅負能量干擾，導致你返到屋企做噩夢頭痛，甚至第2日做生意判斷失誤。所以理髮一定要揀大白天陽光充足嘅時候。第二個死月係農曆7月期間，千祈唔好去染啲怪異嘅顏色，比如極致嘅雪白色、灰色、墨綠色或者飄染成枯黃色。呢啲顏色喺體相學同風水學上代表住氣血枯竭同埋陰氣沉沉。你在鬼月染呢啲顏色，走喺街上容易招惹不必要嘅磁場干擾，亦都會讓你嘅正財運大幅度打折。第三個死月係理髮嘅時候亂拔白頭髮，好多人一睇到頭頂有幾根白頭髮就心急如焚，一定要叫髮型師用鑷子拔掉。聽我講，如果你嘅白頭髮係喺頭頂正中央或者後腦勺單獨生出嚟嘅1-2根長白髮，喺玄學上呢個叫做福祿髮或者壽毫，代表你近期會有長輩貴人相助，或者有一筆意外嘅橫財降臨。呢啲白髮你千祈唔好用手連根拔掉，拔掉就等於拔走咗你嘅福氣。如果你覺得影響美觀，用剪刀把上面白嘅部分剪短就可以啦，保留佢嘅根部磁場。第四個死月係剪完時頭髮之後，隨隨便便帶住一身碎髮返屋企就睡覺。理完髮之後，碎髮上面沾滿咗剪掉嘅舊氣場，如果不及時清理呢啲剪斷嘅毛髮碎片，會在你睡眠嘅時候干擾你嘅氣場。第五個死月係理髮時同髮型師大聲爭吵，或者心情極度惡劣。理髮本來係一個梳理氣場嘅過程，如果你喺剪頭髮嘅過程中滿腹牢騷，同人爭吵，幾種負面情緒會直接注入到你新修剪嘅髮型入面，導致你剪完頭髮之後運勢反而更差。所以理髮時保持心情愉快、心存感激係極之重要嘅心理風水。我依家教大家一套獨家嘅理髮後開運換氣秘法，大家剪完頭髮返到屋企一定要照住做。你理完髮返到屋企之後，第一件事唔好急住去食飯或者瞓覺，去準備一盆溫水，喺入面放入一小把粗鹽。如果有條件嘅朋友，可以放幾片柚子葉或者黃皮葉，用呢個粗鹽柚子葉水把頭同埋全身清洗一遍。粗鹽喺玄學上具有極強嘅淨化同埋辟邪作用，而柚子葉就可以洗去一身嘅衰氣同埋霉氣。當你用粗鹽水洗完頭、洗完澡之後，你換上一套乾淨顏色鮮價少少嘅衣服，呢個過程喺玄學上就叫做金剪斷梅鹽水換氣。做完呢套儀式，你下半年嘅新運勢同財氣算係正式啟動咗。洗完澡之後，你可以拿一張紅包袋，喺入面放入幾粒米同少許茶葉，放在你嘅枕頭底下放3天。呢個小動作可以幫你迅速穩定剪髮之後嘅新磁場，讓你在睡眠中吸收安神聚財嘅能量。各位朋友，玄學命理唔係迷信，佢係古人留落嚟嘅生活智慧同埋磁場心理學。8月理髮睇吉日、露額頭、避死月、洗衰氣，每一步都係幫你重塑過人磁場。信讓你由內到外煥發出一種自信、光亮、招財嘅氣場。當你自身嘅氣場變好咗，你講說話有底氣，做嘢有精神，身邊嘅貴人同埋財富自然就會好似水咁湧過嚟。好啦，今時間過得好快，非常多謝各位老友記抽時間陪伴同聆聽。希望今日呢啲理髮開運嘅小玄機，可以真真正正幫到大家喺下半年理順財路，迎招貴人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所啟發，請一定要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同開啟小鈴鐺，亦可以將呢份好運分享俾你身邊最關心嘅家人同朋友。大家嘅每一個支持，都係我繼續同大家分享玄學智慧嘅最大動力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打出接財接福。再次多謝大家嘅支持，祝大家下半年越理越發，福氣滿滿。我哋下一期再見。